智慧的王所罗门说：虚空的虚空，万事都是虚空。人一切的劳碌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，有什么益处呢？日光之下没有心事，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都是虚空，都是捕风。这样的悲调是否就是人生的写照？这样的苍凉是否就是生活的目标？日光之上，日光之上是另一番景象。创世的君王亲自向着世人显明他的心肠。神爱世人，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这是生命的意义，永恒的方向。听，这讯息是来自日